大家好，又係我 Henry。隨意貼呢款膠水用法好廣泛啊！咁今次呢，我就用咗戰鬥機推出嘅軍事少女黏土人去做一個示範，因為佢一盒裏邊配件非常之多啊，又有手槍 AK47、手榴彈，哇，乜都有啦。咁啊，可以俾你去 set 好多種嘅 pose 都得啊嘛。玩法呢就好多啦，不過呢，最頭痛嘅地方呢，就係佢配件多，都唔知點樣去收納好。最驚啲配件呢包住咗佢，第時都唔知塞咗去邊，咁啊到時候揾呢又麻煩喎。咁我就諗一諗啊，不如用隨意貼，可以將一啲嘅配件貼落去嗰個底座裏邊，咁就唔怕佢唔見啦，亦都可以當係一個擺設。咁點解唔用其他膠水啊？因為其他膠水黐咗落去就一定係黐穩咗。隨意貼嘅好處就係你掹出嚟嗰陣時唔會有印，隨時可以貼翻落去，可以任意擺設。搽完之後，而家我就等佢乾啦。咁啊，等佢乾嘅過程之中呢，我又做住第二隻先。咁另外我就用第二款阿玲玲，咁佢亦都有一支嘅狙擊槍同埋一支嘅手槍。咁我又唔想揸住佢喎，咁我不如將支狙擊槍孭喺個背脊度。咁我於是呢，就喺個背脊度搽一啲隨意貼嘅膠水落去。嗱，記住啊，搽完之後呢，就唔好咁快黐落去，一定要等佢乾透後，等佢完全乾透後啦，佢就會變咗為透明噶啦，大概10分鐘到啦。咁乾透咗之後呢，咁佢先至會有黏力。嗱，咁就可以黐住咗佢喺個背脊度。最大嘅好處呢，就唔會整污糟個模型，好容易可以剝翻甩出嚟，好方便。咁你亦都可以呢擺唔同嘅姿勢，完全唔需要擔心整污糟個模型啊。擺設嘅花款又可以多咗啊！掹翻出嚟，再貼翻上去又得。若果黏力唔夠嘅話呢，我哋又都可以補多層上去，咁就得噶啦。今次嘅玩法嘅分享呢，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嘅玩法呢，不妨留言俾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下集再見。